自2024年7月初六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信心影响力永存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希伯来书》10章第40到第7节。对神，阿伯比该阮献较好的祭物予上帝。对这个神，伊得到上帝认定做义人，接纳伊的祭物。虽然阿伯已经死，通过这个神，伊还在讲话。对神，伊若无经验死，受牵线去上帝遐，人无搁看到伊，因为上帝把伊牵线去。伊若受牵线以前，已经予上帝认定接纳。无信就袂当互上帝欢喜，因为亲近上帝的人一定着信上帝有存在，搁信伊会互找求伊的人得到报赏。对神，若对还未看到的事有听上帝警告，存敬畏心，做一只大船救伊全家。对这个神，伊定世间人的罪。搁根据这个神，伊诚做义的继承人。信心影响力永存。希伯来书10章第4节开始，作者用古代信仰先祖做例，说明因为甚物会当赢得上帝的赞许。原来是因为因对上帝有绝对的信心所致。伊一一举出这个信仰前辈的名，搁说明因伫信仰上的事迹。作者首先对创世纪第4章记载的阿伯和该阮讲起，就亲像头前引述的经文，一贯用献祭做开场，论述人和上帝的关系。献祭是表明人相信有上帝，佮愿意用实际行动来回报上帝的疼。阿伯的献祭予上帝接纳，该阮的献祭却受拒绝，为甚物？咱并无通知影，因为创世纪的经文并未说明真正的原因，敢若讲到上帝讲：你若行为正直，敢毋是会得到接纳？若无坐伫门口长等你，伊要控制你，你着甲伊制服。可见，该阮确实做了不该做的事，上帝才拒绝伊所献的祭。换一句话讲，该阮的性命和行为出问题，所献的祭物才无得到上帝悦纳。那伫两人献祭以后的差别，就是阿伯借着信心赢得上帝的赞许，受称做义人；若是该阮却对小弟下手，甲伊杀死。死亡常常受看做咒诅，毋过若真正是安尼，受上帝悦纳的阿伯竟然死伫刑场自首，搁着做安怎的解说？希伯来书作者的认知是：死亡袂当拿做信心。尽管阿伯死，但是伊的信心超越时空限制，伊所表现的信心会当持续向历世历代的人类传递信息。阿伯和哪顶信仰前辈，拢在见证信心的影响力。对上帝的真信心，运行伫任何时空中间，拢是甲人息息相关的。古代信心人物的典范，还通持续向人讲话。因虽然死，却还借着信心讲话。这对当当时因为信仰遭受迫害的信徒来讲，无疑是一大激励。关系阿伯的一生，
圣经记载的篇幅无济，不过伊并毋是历史轨迹中出无久就受杀害和遗忘的无名小角色。虽然描述阿伯事迹的经文无济，不过每一个字句拢激励无数人的信心。伊笔来书讲到的信心故事，第一个上场的角色，互阿伯，目的是挑旺人对信仰的坚持和火热。作者毋是要塑造一个互人崇拜的英雄，是要引导人看见上帝的荣耀，以伫历世历代保守遐个坚守信仰、忠心敬拜伊的人。互咱放宽心，免惊死亡，因为对阿伯开始直到末世，就算人通抹杀上帝子民的肉体，却袂当互因的灵魂沉溺。遐个虔诚敬拜、信仰忠贞佮牺牲的顺道者，坚持信仰直到落尾，因的生命是后世信徒的信心典范，佮永远具有影响力。日想，咱的生命要甲上帝保持密切关系，因为相信上帝得到伊的业力，就是蒙福的性命。咱的性命要甲上帝保持密切关系，因为相信上帝得到伊的业力，就是蒙福的性命。做伙来祈祷。上帝啊，感谢你，互阮有真济美好的信仰榜样通效法。求你保守我，借着信心得到你的赞许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